陳沛良議員。係，多謝主席。就關於呢一次嘅修訂咧，我都表示支持嘅。咁但係咧，就係關於喺嗰個風險為本資本制度檢討裏邊咧，講到保險業嘅估值同埋資本規則嗰度咧，有一啲嘅問題想了解一下嘅。咁就呢個合資格嘅基礎設施嘅投資咧，包括頭先提咗啦，有股權啊，有呢個基建嘅債券啦。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優惠措施咧。就我睇到，淨係會係適用於長期保險業務嘅公司佢只會持有嘅合資格基礎投資嘅資本要求咧，只會降低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知道啦，未來其實嘅北都嘅發展咧，都好需要大量嘅嗰啲一般保險，譬如建築工程險啊，甚至乎係相關嘅僱員賠償保險咧，呢啲都係其實係一啲長期嘅保險嘅保單嚟嘅。咁如果佢需要去由投保至到嗰個完結咧，通常都5至10年之間至可以完成嘅嗰個保單嘅責任。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就會唔會考慮其實一般保險公司如果係投資於呢啲基礎設施嘅一啲股權嘅投資啊，或者債券裏邊咧，其實都可以納入適用於呢一個優惠嘅方法裏邊咧，咁樣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嗰個債券咧，主要都係適用於港元嘅政府嘅基建債券嘅。咁但係我哋亦都知啦，其實保險公司特別人壽保險、長期保險公司嘅產品咧，其實貨幣都係多元化嘅。咁包括有人民幣啊，同埋呢個美元嘅呢個嘅產品。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個債券嗰個幣值裏邊，可唔可以其實都係適用埋喺未來一啲嘅一方面就係港股嗰個發債嗰度咧，可唔可以多元化咧個幣種，有包括人民幣同美元啦。第二就係話呢一啲嘅不同幣種嘅一啲嘅債券嘅投資咧，其實係咪都可以係享受到呢一個優惠嘅呢個紅利咧？咁樣嚇。咁喺呢個方面咧，都想了解一下。第三咧就係提到第14段裏邊咧講話保險公司持有嘅港元政府基建掛鈎嘅債券咧，係一個額外嘅資本優惠。呢個額外嘅意思都想多了解一下，喺邊個基礎上面有一個額外嘅優惠嚇？唔該。係副局長。多謝主席，都多謝議員嘅提問。咁3個問題，我先答咗第2個先。1同3嗰啲嘅技術細節，我就交俾保監嘅局嘅同事去回應。就住嗰個投資基礎建設嗰個嘅範圍咧，其實個債券我哋係冇限嗰個嘅貨幣嘅。個幣種我哋冇限，不過正如我哋文件所講呢，我哋希望佢支持喺香港或者中國內地嘅基礎建設咁解，即係嗰個投資個項目本身就係香港或者係中國內地，但係如果佢係相關發債嗰個債務嗰個嘅嗰個嘅幣種呢，我哋就冇相關嘅限制。咁我想澄清呢點。咁至於第1同第3嗰個問題，我交俾保監局嘅同事一次回應。係保監局。多謝陳議員發問題，多謝主席。咁回應翻第一個問題啦，其實我哋喺翻今次嗰個建議個基礎建設嘅投資裏邊有個資本嘅優惠咧，係有鑑於其實一個基礎設施呢個投資裏邊咧，佢係可以提供一個長期穩定嘅收入咁樣，咁就俾個風險可以降低。咁所以喺我哋要求保險公司係享受到呢個優惠之下咧，我哋亦都係希望保險公司係長期持有呢一個咁嘅投資嘅。咁所以先至會有得到呢個優惠。咁同埋呢一樣嘅長期穩定嘅收入咧，正就最可以符合到保險公司長期保險公司裏邊嘅長期債務嗰個資產負債嗰個對配嘅問題。咁所以喺鑑於一般保險而家嚟講，佢嘅雖然你頭先陳議員所講嗰啲可能有一啲比較長遠啲嘅債項要俾，但係好多時都係一啲比較短期嘅債項。咁所以未必係適合翻喺呢一個基礎設施投資裏邊嗰個資產配對嘅嗰個對配嘅。呢個第一個問題回應翻。第二個問題嗰個額外嗰個港元掛鈎嘅資產咧，就係頭先副局長都講咗，我哋喺嗰個基礎設施嗰度咧就冇個貨幣限制嘅，但係因為我哋都鑑於政府嚟緊個發債嗰度都可能會港元為主，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建議嗰個資本優惠咧，就首先有個所謂嘅固定嘅優惠嘅減免，加上一個所謂嘅浮動嘅就係話，如果你買多啲港元
香港政府發行嘅港元債裏邊咧，睇下你嗰個比例有幾多，嗰度就按翻比例就加多額外嘅優惠。咁呢度就係一個額外優惠對於港元掛鈎嗰度嘅情況。首先我申報翻我工作嘅機構係從事保險業嘅嚇，呢個第一。第二咧都係再想跟進翻頭先講過嘅一般保險嗰度方面。咁因為咧始終如果有啲公司咧佢係已經係有一個足夠嘅流動資金，亦都有呢個足夠嘅資本同埋償付能力咧，點解唔可以考慮俾佢哋多一個投資嘅工具，可以去投資喺政府嘅債券咧？咁亦都可以幫到政府喺嗰個未來嘅基建嘅投入呢一度。咁所以咧，我都係希望咧，係咪可以真係認真考慮一下，讓一啲一般保險公司，如果佢有足夠嘅資金，亦都有足夠嘅流動嘅資金償付能力，同埋佢同意將嗰個債券係持有至到期嘅咧，其實係咪都可以考慮納入喺呢一個優惠裏邊咧？咁嚇唔該。係副局長。多謝主席，都聽到議員嘅意見嘅。咁正如頭先保監局嘅同事所講，因為我哋真係見到長期業務嗰個嘅負債週期同相關嗰啲嘅基建係好匹配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呢一個嘅長期業務先。咁呢個都係我哋今日呢個文件同埋而家現階段我哋立法嘅建議。咁當然啦，市場會有唔同嘅變化。咁而頭先議員有講到就話會唔會真係有一啲嘅其他嘅業務佢咁啱有其中一部分嗰個嘅資產配置係可以分隔到，而嗰個週期又真係好長。咁呢方面我哋可以同市場去了解去做研究。咁但係我都希望澄清呢，因為啱啱保監局同事講咗佢哋考慮嗰個嘅因素呢，而家呢個整全嗰個嘅立法建議呢，我哋首先做咗呢個長期業務。但係議員講嘅嘢係我哋聽到嘅，咁但係要做個好周詳詳細嘅考慮，同埋睇翻佢哋而家嘅業務分佈究竟有冇呢啲可以考慮到嘅案例咯。